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稳严古策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慈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慈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慈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慈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必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元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弘法显神通，扯旗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即下生，收服南辕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慈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慈念一遍神通大，慈念2遍得超生，慈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首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首。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悲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结玉线，原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
浑言古策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慈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慈念活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慈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慈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地亲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弘法显神通，扯旗造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瞻仰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南辕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慈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慈念一遍神通大，慈念2遍得超生，慈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不是要念3遍吗？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悲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清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言古策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垠山前对河童，
因而要想归家去。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。朵朵金莲去超生，自得西来白杨子，香耳连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地亲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魂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弘法显神通。择其照其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胆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颗1颗，再颗3颗，4颗5颗，6颗7颗，8颗9颗，10颗手。回向文，弟子请各位前报自己的姓名。弟子简文清。弟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回向于真净丁大德，净丁大德，恳叩祈求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地公活佛，月会菩萨慈悲做主，愿真净丁大德，往生西方弥勒净土。
往生西方弥勒净土，回归老母怀抱，回归老母怀抱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莲开便见慈尊容，莲开便见此尊容，即得不退无上道，即得不退无上道，在随菩萨下阎浮，在随菩萨下阎浮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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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以上后学恭诵完毕，感谢各位前言慈悲，大家晚安。谢谢点点禅师，晚安，谢谢大家晚安。那我们今天而且各位同学晚安，各位讲师、各位同学们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再见喽。连任晚安，各位学习晚安。点传师晚安，晚安，前行晚安。